状况就是你都有，六道众生都有。所以今天重点是我们要懂得回头，懂得肯定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菩提之智，而不是一直向外求。来，有请请，我们有没有常常受情况发生？这个富人来看新人师，都很好。重点来了，我们不多。这个是我们高原因在哪里？你种了什么，就会得到什么。得到不是你要的结果时，你看对别人好。所以，当能够转念，才能够创造我们内在如影随形的那个佛菩萨。